这个五日节就是爱灌午溪水，这是咱台湾真重要的一个民俗。嘉义市大溪厝社区到打叫保存背靠的古井，这个五日节即天，大家拢会来到这个所在灌午溪水，也真做社区真有特色的在地文化。囡仔甲大人伫中昼时啊看午溪水，大家算甲规身躯澹落落，都做阵来徛卵。嘉义市大溪社区用社区的井水举办午会节的活动。啊，咱头仔泡的是啥物水哈？五溪水啊！啊，为什么泡这？啊，就泡这这样就大家身躯暖暖的，安尼吼较好啊。今天刚好过来这个社区参加活动，来加油加油！又有立蛋活动，就是觉得很有趣。嘉义市的大溪社区过去无自来水通用的时阵，共生家族拢会挖一口井来使用。这毋若是社区的历史，即嘛是社区想要来推动保存的在地文化。哦，这嘛算古迹啊，拢上100栋的以上的，连阮大溪厝来到这电机可能吼，这中这来到这应该是超过300栋啊。自古以来流传来，规个全嘉义市则保存的一个这么完整的一个井啊，可能跟咱嘉义市大溪厝。比如讲，早期庄内有10外口井，后来因为建设等等原因消失，才是廃弃。即马才剩这8口，未来要申请这8口井登记文化保存，希望过去庄内的生活记忆会当用更较好的方式传落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